咱就学了摇花，就伫上帝圣的所在来学了伊，就伫伊关灵的宫窗来学了伊，就因为伊大关灵的行做来学了伊，照伊美妙官大来学了伊。既若有喘气，拢着学了摇花，咱拢爱学了摇花。咱大家来吟第一首的圣诗，281首，旧圣诗是173首，上帝只是临在。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由愿徛在咱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来个别咱的信仰，请万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因是历史甲世界的主，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第27日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应是个我平安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向伫咱中间显示开来，互阮伫天百世中做见证，会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的继承团体，就着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圣君是天地，天王所有的罪，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就毋茫的记号，阮信。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至赦免，
用虔诚义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万是会互人有尊严，才能有享福。来有份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伊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热门的科学，所有追求真实的心，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文字，祸害人万民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瓦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袂互人对罪恶中得着讨伐，互受压制的得着自由平等，以基督正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正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坐。下面咱来参加来启用。咱今仔要启用的是启文31篇，嘛是诗篇127篇甲128篇。我来客请兄姐来引。厝体若毋是上主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疼的人，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见地饱饱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咱一声敬畏上主的人，一定得你幸福。愿上主对锡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以上咱只是三个阿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正然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要献出阮满满的感谢，因为你疼阮，有拣选阮诚做你所疼的囝儿，你嘛诚做阮正人性命的主，带领引导阮一生的时日，互阮伫生活当中有瓦靠，嘛赏赐阮会当你来祈祷的权柄，嘛伫你的永远保守中，互阮拢得到平安。阮安尼满心来感谢你。伫新的一年，阮拢有新的愿望，就是阮愿望主每一天随时甲阮同在，互阮人生的道路上甲阮相甲行，且见圣神做阮的保惠师来教示阮。来帮助阮，互阮每一天所行所做所想，拢会当合你的旨意，照你的话语，照你的教示来行，会当活出你所欢喜圣洁的生活，也会当认真来学习主的款式，也会当互阮成做你好的见证，来荣光你的性命。可是人。真正软弱，阮常常受到魔鬼撒旦的威胁，行路歪错，行入迷路。因为安尼，阮日子最好由得阮，可是阮行出来的时常却由不得阮。
恳求你赦免阮的软弱，阮愿意将阮的软弱摆咧伫你的面前，来恳求你施阮来帮赞，因为你有讲，阮什么时阵软弱，伫基督的缘故，阮就什么时阵变做更刚强。当阮拢有份来到主你所设立的圣殿，阮伫遮正人要三角来敬拜你。恳求圣神即时来到阮中间，安静阮的心，嘛安静即个时间甲空间，互阮会当静静来清楚来晓悟伊透过曾淑珍牧师所要传讲互阮的信息，也帮助阮会当学习谦卑、顺服伫你的面前，万事拢由以主最大，以上帝最大。阮嘛深信，阮若完全降服伫你，阮深深来倚靠伫你，就万项事三角来拢要互阮得到利益。恳求圣神帮助阮，大家拢有即个教义的信心，来领受你所要应允阮的。阮献上阮的祈祷，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要请咱的抗日诗班来带咱来学乐。因今仔要学乐诗歌是耶和华做了阮的关台。
咱感谢抗日诗班用遮水的歌声来传咱俄罗上帝。我要特别介绍咱今仔的司琴吼。咱第一届看，我毋知影讲咱歌长乐的竞赛遮够弹琴吼。咱甲拍拍说谢谢。伊叫做庆先呐吼，咱歌长乐的第二竞赛吼。咱希望伊以后来甲咱司琴好无？好来，咱下面来讲读上帝的话。咱今仔要讲读的上帝的话是有两位，一位是旧约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第二位是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咱大先来读创世纪11章第1节。来，咱做伙三个来读。迄时天的口音、言语拢一样。伊煞去当时的时阵，伫是那地拄着一片的平洋，就蹛伫遐。因大家参详讲：来啊，咱着做装，小互伊食，因为有装通配食。搁有石油通体皮涂，搁讲来啊，咱着起城甲塔，塔顶拄天，为咱立一个名，免得咱四散伫全地。妖法降临，要看世间人所起的城甲塔。妖法讲，看，遮的百姓拢合一。言语拢一样，现今已经起手做假的事，以后要做无一项会禁止。来啊，咱落来看，要霸乱的口音、互因的言语，大家袂相通。伊安尼，要我互因对遐四散伫全地，就天讲。无去迄个城，所以迄个城名叫巴别，因为要我伫遐拍乱天下的言语，要我互人对遐四散伫全地。第二位圣经是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请。多罗春节的期已经到，拢聚集伫一所在。忽然有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充满所在规景的厝，就有在分开的纸出现，互因看见，亲像火的纸飘伫别人的顶面，拢受圣神充满，才开嘴讲别样的腔口，是照圣神所想事讲的。下面咱要请咱女主神人院曾淑珍牧师来甲咱分享题目叫做《巴别塔的启示》，恳请。这平安。创世纪第1章甲11章，伊所写的内容就是咧说明人类的起源。变满全地，甲语言无共款的即个原因啦，特别是巴别塔吼。咱知影讲即个咱拢真熟悉啦，嘛是。咱讲对即个故事，我相信咱大家拢足清楚。那到底巴别塔呢？伊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呢，还是讲伊是一个文学的传统？不管是历史的事件也好，还是文学的传统也好，这拢有引起讨论啦吼。然后呢，咱知影讲19世纪开始呢，就有真侪考古学家引去到中东的所在，
互因去乌涂啊，去研究，去证明。然后因讲啊，伫即个古早的巴比伦的所在，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个边缘的，迄个所在有真济像足悬的即款的建筑。即个塔呢，气候非常的悬，所以当时的人就讲，伊是啥物？是天甲地三连的厝啦。天甲地连做伙，咱来看，敢若足神的吼。然后对下骹来看起来，哇，迄个天吼，迄个塔真悬是安尼。伫塔内底呢，因有服侍因的神明，啊，因嘛伫遐相信神明会对天顶悬悬的所在，就来到迄个塔顶，啊，人嘛会当爬楼梯去到即个塔上顶悬，甲因所信仰的，也是讲甲上帝伫遐三亲近啦，吼，甲上帝三拄的意思。所以即个塔伫当时是真做社会百姓宗教活动的中心。伫巴别塔的故事内底，讲到人类四散世界分散，是因为上帝来变乱因的口音啦。啊，其实呢，伫即个历史学家因的研究的中间，因发现讲伫阿伯拉罕伊要出5年社进前无偌久呢，就是伫西奈即个边缘的所在，即个地所在呢，有发生一场非常混乱的战争。所以人民四散逃难的逃难，造成咱讲民族的大混合啦。啊，大家感觉做一块，当然你讲啥我就听无啊，迄个语言就袂通啊。啊，这是啥物？这就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吼，是即个考古学家因研究的中间啊，即个巴别即个故事内底有真正伫历史上毋捌发生过。啊，圣经的学者来，伊通过讲，即群人伊要起城是要造塔，甲战争吼所产生的人类分散，还是语言的分裂，即款的事实，伊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伫遐来描写出来。其实伊写啥物？伊是要互人有一种的得到一款的警告，吼，要达到一款的假释。所以咱讲巴别塔的故事，伊是用历史的事件，甲圣经的注解，伊咧写的是伊个人的一款的神学的思想所完成的。第二，要讲的是讲这个巴别塔故事，伊的经文的背景是啥物啦？吼，较多来讲是一个历史的背景。即摆来讲伊的经文的背景，圣经的作者伊咧写这项代志吼，伊是生伫大卫甲所罗门王的时代。伊毋是生伫阿伯拉罕的时代。咱知影讲圣经会开始来写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因向掠去到巴比伦的所在时，感觉讲哇，即个先祖所有互咱的遮个，啊是讲摩西互咱的遮个条例，咱一定要甲伊记起来呢，啊无会无去啦。所以即个巴别塔，即个故事内面，即个经文所写的作者、读者，就是大卫甲所罗门王的时代吼。啊，因就是讲看即个大卫王的厝，伊的家庭所发生的代志，伊阁看到讲伫大卫，也是讲所罗门的时代，伫遐人民讲哦，啊，耶和华上帝有含大卫立约嘛，讲我要甲你永远之地啊，你若遵守我的话，啊，我就要互你个永远之地。即款的，咱讲大卫，上帝甲大卫的立约吼，大卫之约，所以互人民就感讲啊，无论阮做啥物代志啊，耶和华上帝的确甲阮三甲之地，即款的，咱讲即款的态度啦，吼。其实呢，圣经的读者，伊伫迄个时阵，伊就讲看咧讲，以色列人，即个耶和华上帝所竞选的即个族群，伫大卫甲所罗门的时代，迄个信仰渐渐伫遐咧变质啦。咱知影讲有一片电影做《所罗门王》吼。啊，这片电影内面就是讲，当所罗门伊迄个圣殿起了后，迄个属巴的女王吼，哦，就真正想讲来敬这个所罗门王呢。啊，结果因怎发生一段上帝所无欢喜的，咱讲说爱情故事啦。哇，这嘛无好咧吼。所以这个读者伊是用这个用巴别塔的故事伫遐咧写的是原来咧警告。以色列人经过所罗门王哦，只要有强调罪甲刑罚，罪甲刑罚的一款的观念。所以咱若对创世纪第1章甲11章吼，
咱来甲伊看，伊拢总出有4个故事啦。咱拄咧读新眼光读经嘛，所以咱真正足清楚。头先就讲创世纪第1章到第3章咧讲阿当甲夏娃的故事，敢毋是？嘿，这是尾是啥物人犯罪啊？两个拢犯嘛，但是是夏娃先犯罪，对毋对 ？OK， 咱即马甲对照到大卫甲所罗门王的时代，咱知影讲大卫甲拔示巴，犯罪。特别犯罪啊，敢毋是？所以伫遐对照就是讲啊，这个是夫妇的关系。然后呢，到伫该问阿伯的时，这是啥物兄弟嘛？啊，该问太阿伯啊，敢毋是咧？这是嘛是犯罪啊！创世纪第4章，总是伫这个特别的王国内底，这个暗论甲押沙龙，暗论就是大囝，押沙龙是特别的第3囝。撒人杀啥物人？弟弟杀哥哥呢，对毋对？这个老三杀大囝呢，杀伊哥哥呢？为什么？就是对啦，暗论就是咧欢介意押沙龙的，这个咱讲好做妹妹嘛，因是同爸故母的兄弟安尼啦。所以押沙龙就忍咧就伫遐讲找机会就要报复啊。所以伊甲伊的哥哥杀死这个是兄弟。兄弟相杀啦，咱来看创世纪第6章到第9章咧讲拿阿的大水，讲啥物？迄个世代人啊，罪恶灌满，妖化上帝，后悔做人，敢毋是安尼？所以就降大水嘛。这个押沙龙啊，甲大卫，这是爸仔囝的关系呢。意思是讲，伫迄个世代，咱这都不伦不类的代志来发生咧哈。迄囝会杀老爸，咱看这个世代，讲迄个囝要甲妈妈讨钱讨无，就甲杀。最近敢是一个讲对美国转来有无？要杀老爸，含伊男朋友来杀老爸，过来要去杀老母。但是感觉讲，这是无法度去想象的。这样代志伫特别所罗门王的时代就已经发生，特别佫是特别王的家庭啊。所以押沙龙伊来。要来杀爸爸，为什么？伊是感觉讲大兄都互我杀死啊！二兄圣经是无写，有写名有可能咧讲的是讲伊迄个体弱多病，所以伊就足早就过往，所以应该是我继承王位啊！咱爸爸拢掂的，所以伊是有心的呢。当然，咱知影讲尾押沙龙就是互代表的将军约押来杀死嘛，这样代志。迄个社会的伦理到一种咱无法度去想象的啊！这个地步，迄个社会情形就是安尼。到创世纪第11章，咱讲巴别塔，是讲所罗门甲大卫的时代。迄个王国内底所有人讲，无论阮做啥物代志，要我上帝拢感觉生啊弟弟，即款的意识啦。所以到尾就是安尼，伫整个王也是所罗门王也是到尾咱讲。伊年老的时嘛是安尼乱出来，伊所出来这个某，这外邦的神拢入来来起庙创下来敬拜。伫这些故事的中间，咱看到罪甲刑罚的关系，而且咱看到这个罪又是对个人个人真具体的罪哪来哪严重，去发展到啥物？到伫这个咱讲整个社会意识迄个罪啦，安尼有可怕无？相当可怕。有时咱想袂到，咱讲仁义道德也是讲道德良心，伫咱的社会应该讲是真正面嘛。是咱想袂到讲哪会安尼？迄个都无都个咧起诉都未定罪人，佫会当重选掉。到底这个整个社会里面的想法是安怎？同款的道理，伫特别所罗门王的时代就是安尼来发生。来，咱即摆知影讲，这个经文的背景是圣经的杜象，伊写这个巴别塔的故事来咧警告所罗门你若搁落去，安尼毋好啊！迄个罪，迄个罪会带来刑罚。第3点，我要讲的是讲，这个巴别塔的启示是啥？巴别塔伊所强调的是啥？伊讲人类的骄傲啦。拄才咱所读的圣经的第40讲，咱来去想嘛，这个
即个佮起一个塔，即个塔顶拄天啦，塔顶拄天，无定这是一个文学的表达的方式。还有呢，伫即个中间，人的思想、心思意念，这是咱人少无法度去了解。其实就是讲人想要甲上帝平等的意思啦。咱起一个城，起一个塔，来塔顶拄天。即个塔顶悬敢有法度拄到天，是无可能的代志啊！无论伊起偌悬，这是永远无可能。也是咱看人类头一个犯罪事件啥，就是亚当夏娃嘛，因想要甲上帝平等啊。抓来甲伊讲，你若食即个，哇，遮那好，遮那水，即个果子吼，上帝讲袂使食，你食了你目睭就金啊！你着含上帝共款有智慧啊！你得当含伊平等啊，敢毋是安尼？哈，我著受即款的诱惑啊！人诶心内底著想啊，我哪会当安尼？是毋是会当含上帝平等？人总是会去超越迄个本位啦。你应该伫什么款的本位，通啥人去超越呢？是毋是安尼？迄个扫罗王想那伊耶和华上帝甲伊弃绝，伊嘛超越伊的本位啊！伊是王啊！伊敢会当献祭？献祭是什么样的代志？祭司嘛，有些先帝的代志嘛，你谁啊伫遐咧献祭，对毋对？撒母耳还袂到的时，紧张甲就家己去献祭，超越伊的本位啦。所以人讲常常就是讲，感觉讲我会当含上帝平等的。撒旦就是安尼啦。你若看以赛亚书第14章13节14节，伊就真好唱歌啊！伊就讲我要爬上天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伫上帝即个正青的顶悬呢。我要坐智慧的山顶啊！我伫你北方的极其悬的所在呢。我要升到迄个云的顶悬，我要甲至悬的至上者，我要甲伊平等啊！人会骄傲到某一个层次，就是安尼。讲咱伫遮为着咱塔顶拄天为着咱立一个名，这个名对一切的百姓来讲，这是当然是因真注重的留一个名。所以因为为着这个缘故，民数记27章，西罗回海的5个查某囝，就是去咧论这样代志嘛，阮兜无兄弟，阮就无法度为着我的老爸，阮这个家族来立名，是安尼。所以因是注重迄个名啦。巴别塔伊的起座，安尼起起来，安尼来保养咱的名，互迄个后代子孙讲，阮的列祖伫遮，安尼有起即个真悬的塔，诚做因的精神的保卫。第三呢，伊讲伫免得咱四线免得咱四线伫全地咧。伫巴别塔故事的传统的思想的内底，讲塔顶拄天啦，也是保养咱的名，也是讲免得咱分散伫即个全地。这三句就常常互人摕来讲人会骄傲、自高自大、荣耀家己的即个证据。所以要发上帝，伊就介入嘛。伊讲，遮个人因讲共款的话，会当做代，因所要做，拢会当来成。要发上帝介入是一个真要紧的重点是伫倒。伊讲人类若一体有共识，一体做因用人的方法想出来遮个代志，因要做的，若要含要发上帝结连，安尼是真危险的代志。团结是真好，不过这个共识若要含要发上帝结连的事，是用人做中心的事，迄个结果就是人会骄傲，去抢夺上帝的荣光，甚至甲上帝隔离啊。所以圣经拄则就用语言的训练来象征上帝的刑罚。上时伊嘛是伫遐咧对代表王国的即款的经过，即款的经过到尾是伫主前第6世纪的时，真正来成就来实现嘛。因就想一字
咱若看以色列王，这个北国无一个好王啊，太骄傲了，拢用家己的想法，无要听耶和华上帝话，无要听先知所讲的话。所以巴别塔启示了讲人的骄傲以外，伊咧讲是讲咱人吼，咱就是人类咧找迄个有形的瓦壳啦，有形的瓦壳哦，这个起一个塔，互伊拄天咧，来保养咱的命，啊，互伊啊子孙会通知影讲哇，这是阮的列祖所起的，哇，真伟大啊！迄个看会到，这个塔是看会到的。人对迄个看会到的、摸会到的物件，咱感觉讲这真可靠。当以色列人伫旷野摩西上山伫山顶，哦，上帝要颁布这个10条诫命，这个两个石板啊，啊，摩西伫遐40天，啊未落来，因就等未赴上，啊，摩西发生什么代志啊？啊，好伦啊，紧的哦，替阮来做一个金牛啊，通啊，互阮来甲拜啊。迄个无法度等，毋知发生什么代志，迄个中间，因就较紧的用一个金牛啊来取代啊。去甲伊办，真做因的瓦壳，讲即只金牛啊，就是要带阮向前行的。真侪时阵，咱是安尼。咱每个迄个妖化上帝，就是咱所瓦壳的，是咱应该去瓦壳、去仰望、去求讨的。咱有当时是伫咱的心思意念的中间，咱感觉讲哦，迄个看会到，我摸会到的。多嘛是毋是安尼？伊个东摊讲耶稣已经过话，伊讲拄了我的手，亲就去摸迄个伊迄个钉仔，即个协的钉仔，无我无要相信，摸会着看会着的。逐种会当看起，咱讲的即个宗教信仰的即款的像啊，后我就看会着，我会当去甲拜。所以有真济迄款，咱拢去敲吹，会当当做咱瓦壳的，还是讲迄个遐看会到的，迄个趁大钱的即款的组织啊，哇！去年迄个台积电啊，哦，趁足济对毋对？互我来当入去台积电做员工，毋知要偌好咧安尼哦。啊，迄是当做一个确无啊，想啊去啊，我就稳啦吼，啊生活就无啥物款的问题啊。人常常是安尼，去找迄个有形的瓦壳。第三点是讲巴别塔即款对咱的启示是啥物？咱的教会，今仔日的教会是毋是真做今仔日的巴别塔啦？哇！讲这是真严重的代志，足严肃的，毋是严重，真严肃的吼。教会是人甲上帝伫遐，咱讲三度吼，亲像古早时咧巴别塔讲伫遐伫顶悬会当含上帝三亲啦。啊，教会嘛是人甲人会当团契的所在呢。啊，为什么咱都爱真正还有实体礼拜？线上礼拜真正无迄个团契的气氛嘛？实体大家面对面啊，当拍招呼，敢毋是介好？兄弟姊妹，即个大家三亲，过来伫遮真正敬拜上帝，含上帝三度啊！是教会中，咱是毋是真正伫真理中间吼？咱来保养、传扬上帝的名，毋是传扬家己的名。哦，某咪教会哦，我安怎样啊？安怎样啊？当咱咧自集敬拜时，咱是咧高举咧敬拜真正迄个耶和华上帝，也是咧高举家己啦。当咱兄弟姊妹彼此亲安的时，你对内心迄个平安哦，是真正的笑容，真正迄款的咱讲安慰阿是，其实伫平安的背后，感觉非常的冷啊。当咱伫团契诶事工的计划时，咱有用上帝做中心，还是用人做中心？咱是毋是伫即个意识的中间，咱有犯罪，但是咱毋知影。去巴别塔迄群人，我感觉因是好意，总是因无迄个罪视感呐。吼，比如讲对迄个犯罪即款的，伊袂感觉讲我这是毋对，我这是违反上帝。
因无啦，安尼是真可惜吼。今仔足侪基督徒嘛是呢，咱上大盲点是呢，咱无罪世感。咱若咧意见袂合，是讲别人毋对，毋是我毋对。我都落来去好好想讲啊，这样代志甲圣经的教导有啥物款？有吻合无？有符合无？我的想法是毋是有符合上帝的心意的？去做巴别塔迄阵人真好嘛，真团结。总是迄阵人因欠少欠缺就是罪世间，因无认为讲因安尼是伫妖花的目睭中看做无好的，所以伊就是讲安尼，我甲恁拍线。当然这是一个溯源啦，还佫用这个故事伫遐咧讲人的即款的盲点伫迄个所在，咱对这来得到自我反省对这互咱得到警醒。毋是干那伫教会啦，其实伫人类的历史中间嘛，不断伫遐咧起做巴别塔。有诶想要出名，有诶想我都含上帝来对敌啊，我比上帝较牛啊。所以你宗教，我著甲你烧是物价啊，我著甲你烧礼拜顿啊，看你安怎啊。我著想讲，我著要做世界的即款的领导者啊。所以我若会使，我著甲你侵略啊。真济即款的物件，迄个心思意念，迄个真正做落去毋知影讲这是违反伦理的代志伊嘛是安尼一直去做。这拢伫咱的生存的环境的中间，咱拢看会到，咱嘛经验会到。咱讲到遮的时，咱感觉讲安尼认为要安怎是好咧？这个巴别塔的故事就是讲都死变分裂啦，语言分裂这是要安怎？无共款的心呢？好佳在上帝伫圣经内底嘛有甲咱讲，伫圣性的内底会当找到一个合一的路啦。咱卡多讲到遮的时，咱要安怎？只有伫信仰伫上帝内底，咱会找到一条出路。在1世纪基督徒，咱要安怎样生存伫即个分裂，还是讲多元的世界中间？《使徒行传》第2章，上帝已经伫即个历史的中间，伫圣神降临即个事件内底去反转巴别的事件。当然，大家伫圣神内底来合一。所以伫传统的历史中间，咱的圣经学者拢同意，大部分拢同意讲，《使徒行传》第2章即个五旬节的记录是上帝恩典的显现。伊伫遐来反转巴别的事件，所以伫巴别塔甲即个圣神降临的这中间，咱做一个比较吼。伫巴别塔是讲人想要传扬家己的名，总之伫圣神降临的是即个所在耶稣即个降临伫耶路撒冷的时，讲学生拢讲上帝奇妙的作为啦。伫巴别塔中间讲，人拢讲因家己的话因拢无法度听清楚、听明白你咧讲啥物嘛。因为历史事件来讲是战争嘛，但是伫圣经拄则来讲，就是讲上帝甲恁分裂啦，恁讲啥物我拢听无。毋过呢，伫圣神降临的时，圣神足济即个语言敢若像一个声，互听见的人，大家拢感觉真着惊。恁还会讲着我的话呢？我听有，你讲的我听有啊，过来呢，伫巴别塔时，人因为上帝的审判来分散，还是伫耶路撒冷即个圣神降临了，充满了，因的分散是啥？是世界去传福音啦，是无共款的一个结果。但是安尼，咱知影讲巴别塔的事件，旧约即个巴别的即个事件，连接到伫新约的圣神的即个五旬节的经历的中间，圣神降临，学生照着圣神所赏赐的口才讲起逐国的相谈，逐国的乡口，你听有吼？我今仔日我是
我是河洛人，但是我忽然间会晓讲迄个客家话，吼啊，我忽然间会晓讲日本话，讲各国的即个情况啊，即其实是对逐所在来的，即讲无共款腔口的，即犹太人因伫耶路撒冷的时，去看到耶稣的学生讲，你哪会当讲我的话？你哪会讲我的话？伊都毋是阮的人。所以圣神伫内底的合意，毋是讲咱大家拢讲同一个语言，毋是即个意思，是讲伊伫遐做工，彼此的即个语言会通，听有会当彼此接纳，迄个意思。所以若安尼讲起来，五旬节呢，就敢若是等于到伫未起巴别塔进前的迄个情形，大家拢听有。伫迄个语言的中间，因拢无啥物款的通碍啊。所以，伫巴别塔所发生的语言的分裂，也是讲混乱啊，人类的这个四线，伫圣神降临这时，圣神降临时得到回转，要转来，上帝伫历史上伫遐，互咱有一条路啦。所以咱讲五旬节，当然讲方言，讲各国无共款的。乡口即个有旬节即个方言的事件，毋是较早我讲过，毋是讲同一个语言是学生讲各国的无共款的话，安尼因拢听有，所以呢，五旬节即个讲方言是大家听有，伊的重点是听啦，听有你咧讲啥《使徒行传》第2章遐咧讲的是讲第2节咯，第2章的第6节嘛讲听去。第8节嘛讲听去，11节嘛讲听去，14节37节嘛讲听去，意思是讲伫遐因拢有咧听。圣经中足重要的信息，咱是毋是有听去，有听清楚啦？总是人伫即个听的顶悬，咱常常来失错，听上帝话有听明白啊无啊？顶个月阮去到台东咧办启示录的即个密集课程的时，伫食饭的中间，我有小可咧讲安尼今年咱爱写年度的报告嘛，我说安尼恁拄拄是伫今年差不多办啥物课程的时有偌济人，办啥物课程的有偌济人，安尼拢总加总好偌济安尼有一个学员就讲，牧师。这个不对呢，你怎么可以统计这个人数啊？我惊一个呢，我有啥物款的唔对吗？伊讲迄大兵伫遐咧数点人数的时候，上帝无欢喜啊！你这么太当统计人数，安尼会解释哪会对咧？所以在座就有牧师讲，迄是无共款的情形咱就是一定爱透过这知影讲，咱好好做啥。甲讲大别伫遐咧点伊偌济兵力的时，总共讲你毋通安尼做，但是伊就逐个要安尼做，伊是迄个先知对吧？家己就来甲大别讲讲你安尼做，上帝无欢喜啊。咱伫迄个听上帝话中间常常有迄个失错啦，安尼解释就无共款啊，敢毋是？安尼就法当然有当工起来讲毋是安尼解释你即个想法是毋对的。所以即个听是出现伫即个巴别的经文的内底伊嘛是即个听啦，彼此语言不通，就是彼此听袂明白啦。上帝互大家安尼拍乱迄个口音，总是呢伫圣神的内底，咱会当彼此拢听会清楚，就亲像所12个学生，这个学生无12个啦，10个11个，因咧讲的是，大人听有讲你讲我的腔口共款，安尼是咧讲啥物？大家都要会当合意是爱听共款的，大家拢共款的。对圣经来，今仔圣神继续做工，互咱伫圣神的感动的中间，咱真正会当听清楚即个上帝的话
嘛会当听清楚咱彼此咧表达的是啥物，互咱接纳彼此啦。安尼，咱伫家庭、教会、社会、国家，咱会迈向同一个心、同一个意嘛，共一个意，和谐、合一、和谐即款的境界啊！啊，这敢是咱的期待呢？若无，咱就搁看到社会安尼才会分裂，咱无度去想象，伫咱的即个道德良知，咱讲即个赞处就好啊。伫道德良知中间，咱就无度去想袂晓看是安尼。啊，讲起来是安那？基督的福音爱传遍啦，真正啊！当然，咱信主的人，诚做耶稣的学生的人，咱都爱努力去经历到这个五旬节圣神的这款的经验啦。头一我要讲的是讲咱信耶稣，咱已经信了嘛，已经洗礼的人就是讲圣神内住伫咱的心中，已经内住啊哦，圣神已经内住啊吼。嘿，咱毋通讲我毋知影圣神生做啥物款，伊伫你的内底。当你伫遐有想咧思考种啊代志的时，伊真正不断伫遐甲你提醒哦。第二就是讲安怎，咱得互圣神充满啊，透过读圣经、祈祷、较无的心，就圣神来帮助咱充满咱。当然，充满有两种嘛，一种是外在，就亲像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哇，伊拢讲方言起来啊！吼，啊，讲德国的迄个乡口，这嘛是一种吼。啊，圣神的即个充满内底吼，外表看会到的足济。但是咱嘛爱搁去追求迄个内在啊，圣神的轨迹，迄是嘛是非常的要紧啊。人来喜乐和平有无？哦，加拉太书5章20所甲咱讲的啊，咱一定伫迄个圣神充满的中间，咱所显现出来。即款的，咱讲圣神的轨迹伫咱的中间，有喜乐和平，有节制。安尼，咱毋才有迄个气力，通啊见证主，来影响四周围的人，带因进入上帝的国度啊！所以，咱就爱有，咱已经信主的人爱有，更较深沉即款的经验，咱较紧往社会来传福音。哦，即个咱讲道德良知赞处即款的物件，袂过伫即个世界，即个咱那文明的世界中间造成混乱呐，造成混乱吼。咱毋茫讲巴别塔即款的代志，巴别的代志，搁伫即个世代伫遐继续来发生。咱茫伫圣神合一中间，咱真正会当去反转即个世界。第三点我要讲的是讲，咱着爱不断。装备甲学习呢，互咱的服侍的领域会当搁较扩展、甲提升啊！一定爱好好的装备，好吗？结论来讲，求上帝帮助咱，对巴别他的事件中间去体会人类无可救药的即款的骄傲所带来的分裂甲分离感。但是呢，即款的代志伫圣神的内底，咱会当找到答案，找到合一和谐的答案。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正啊，即马开始咧读新眼光读经的时候，我真有意思吼。嘿，逐工拢有真好的即个思考的题目，是互咱会搁较听清楚上帝的话啦。好，你听清楚，我嘛听清楚，咱就彼此会当相通啊！彼此会当接纳嘛。咱无望巴别的即个代志，搁伫咱的社会来发生，求上帝帮助咱。今仔日是女主信行院的奉献主日，我实在是真感谢吼。咱后部教会最近几年来吼，就是头一个月。我就来，我嘛真期待啊，真欢喜看到遐尼姊妹，嘛真热情，就是讲要含大家来分享台湾女主信仰因所做的代志呢。来，咱来看吼，咱目前啊，伫咱讲圣经神学即个部分吼，咱有6个分校啦，一直想讲要过来开吼。比如讲淡水啦，还是家人吼，
今年咱淡水会开哦，吼，咱4月会开，总是搁咧试水温也歹势，就是讲毋知迄个区域来，吼，毋是干那淡水教会是淡水区，吼，遮兄弟姊妹，吼，因情形是安怎？吼，咱今年会开啦，吼。第二就是讲，咱阁有一个生活，生活甲灵命的即个学程，吼，伊就开足侪课，吼，比如讲咱拜日，今年开始就有迄个啥物音乐分多精啦，迄是教会甲社会，即个老师是相当优秀呢，吼，伊咧和我讨论遮个代志，我讲好，即个来提供互教会，若是少年团体，也是做关怀据点的吼，的确有需要，吼，因为伊是相当好的装备，我们看下一张，应该是下一张了吧，好，嘿。过来下晡就有迄个看电影、圣经文学甲电影吼，等下大家听看卖，即敢若做文绉绉即个名称课程名称，要顾咱会当对电影的中间去发现咱的信仰，这就上帝要守护咱的这教士吼。是王龙义牧师的哦，你看即个，伊今仔伊即摆要讲的是迄个耶稣的披露，是对伊本身对伊的专业的部分，对耶稣的披露的中间有伊真深的看法。较要紧是讲，你甲我的关系是啥？对耶稣的披露内底去看，过来就是即个，咱常常关心人，关心到某一个层次，咱家己嘛落泪啊，关心伊煞认同伊煞感情嘛落去，毋是迄个男女的感情，是认同伊迄个痛苦的感情。所以你含共款忧伤，甲你家己嘛无法度自拔的是，安尼要安怎？所以就讲爱自我照顾吼。时间的关系，我想讲咱就安尼安尼家己看过去吼。退时了，哇，这是即马一定咧杀的吼，就是毋茫讲伫即个末世时，咱拢爱清楚。到底是耶稣什么时阵要过来？到底咧讲迄个大淫妇是啥物人？还是讲迄个敌基督是啥物人？会甲咱讲述会甲咱交代甲非常的清楚。然后这音乐分多精啦，这种讲过要紧是过来就是即个马街行脚巡礼咱游玩继续咧行。去年这条线有336个人，算起嘛不哩济啦圣经新学是119个，这个咱的外口的密集课程拢总有237名，然后伫学校本身所开的生活甲里面，这个课程拢总有354名，你算算嘛700几名呢？700几名甲330人，好嘛要1000人。这个细细的机构，若讲一年会当安尼有1000人。伫遮安尼透过学校会当有即款的接触，真理的接触，思考，我感觉嘛是爱感谢上帝，相当感谢上帝。毋过呢，咱学校咧进展的中间老实讲是需要人力啦，咱的人力非常的少，我本身一个搁一个助理阮两个是全时间的，搁另外两个是迄个半工的老实讲，这拢非常的辛苦，要顾阮欢喜做啦拄来咱来看迄个顶悬迄张，迄个庙啦，迄个庙是啥物庙咧？迄叫做三重庙咧。下一张，搁下一张，对，这就是淡南古道这条我推荐咱会当来行这游览车搁行路这叫做三重庙先甲这个庙甲伊摕起来讲，是因为。讲马街行去遐迄个所在，这是上溪，因都诶迄个庙会啦，咧演大戏，看一个迄个关公啦，马街都伫遐咧，因当然伊爱伫个庙遐看，安尼找机会通传福音嘛。伊讲这个乌秋番你来，你来做关公啦。马街看我是要做，毋做。要伊决定讲我要来做，是用这款的关系，拉近迄个关系啦，所以这是做咱一个故事，咱咧行大时，有一个故事通好讲，庙嘛当讲做马街传福音的所在呢，咱今仔日会当安尼做下尾，
好，感谢，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吼。啊，要紧是讲吼，请咱来女主席来受造就好无？吼，紧紧啊尔啦，嘿啊。啊，咱毋要想讲女主席是拢是少年辈，无呢。吼，咱活到老学到老，特别是咱到即个年纪的时候，咱一定爱掠条机会来亲近上帝。啊，足侪课程会出在你选啦。哦，迄个，我会将课程来带吼杰美牧师吼，啊，伊咧伫咱的教会带群主安带吼，咱拢会当来选吼。啊，也真感谢咱后部教会伫旧年吼经济毋是介好哦，有一女主席伊奉献34000块呢，真正真感动。啊，毋望今年呢，吼，即款支持女主席人的心志吼，咱无减啦吼，咱个毋望讲啊，佮继续努力为着阮来奉献拍拼。啊，上帝嘛祝福咱，吼，咱彼此讲做肢体，咱听有哦，啊嘛彼此来接纳，感谢。三甲阿头祈祷，上帝啊，阮感谢你，透过圣经，佮互阮彼此拢得到帮助，嘛得到提醒。因阮迄个人性的骄傲，啊，阮常常去掠条世间的物件，成做阮的瓦壳。啊，是伫阮伫即个社会中间，看到足侪分裂，阮受气，毋过阮敢若无改。总是你已经替阮开一条路，就是伫信心的内底，阮会当去补满这生命的破口。因为信心伫阮的内底，阮就让画出美好的轨迹。阮恳求你，互阮意爱，等下到你圣经的内底来听下捌你的话，嘛画出你爱阮所爱这个基督徒的方式。阮做袂到的，阮要恳求你，真正补满阮，啊，恳求你教阮三甲彼得，祝福阮，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庄牧师对咱的分享毋望今仔日信息拢会当互咱正会友会当得到启示伫咱的生活当中来改进。下面咱来吟第2首圣诗是新圣诗322首，旧圣诗245。我情哪有失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
坐。那下面请咱第九位结束来带咱来奉献。请咱起立。同齐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的听动甲赐福，互阮生活所需要的拢充足。当阮奉献要为圣工的路用，求你来悦纳。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咱今仔日阁有几位要补就任吼？咱请牧师。咱今仔日有主任校长甲社青团契会长吼，宪维甲主任校长文义来头前吼，徛较中啊吼，咱直接来誓约啦吼。你们领受主任校长、社青团契会长的职分，你有确信这个上帝的调明有也无？你们领受这个职分，你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本分。你要要安尼行有也无？咱当心来祈祷。全能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囝主耶稣基督来设立教会，当阮伫遮组织敬拜阿罗你，搁要受职特别主任校长甲社青团契会长，诚侪你的同工。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你捌吩咐阮讲，你着尽你的本分伫所行，搁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等于伫遮。当这一个时，主肯定也特别带领因带因，问题主伫学这个团契工作，社青这个团契证人，拢伫因的带领下，领受上帝你的大恩典、大祝福。主，阮将这份完全恭敬交托，肯定继续带领因带，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奉耶稣基督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后部同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主任校长、社青团契会长，要谨视恁本身以及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即个事，尽力做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咱即时要来接纳，咱请咱的小会。
来，咱要报告学生，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金句是《以弗所书》第4章第20到第30。咱做伙来读。凡事谦顺温柔，用吞忍、并仁爱相宽容，用和平相结连，以守圣神所赏赐的合一。以弗所书第4章第20到第30，咱搁一摆。凡事谦顺温柔，用吞忍、并仁爱相宽容，用和平相结连。以守圣神所赏赐的合一，以弗所书第4章2到30。来，下面咱先开一步，我来简单的报告吼。咱今仔日是感谢女主神伊曾淑珍牧师院长吼，伊的美好的分享，咱拢爱为着女主神伊来关心代祷甲奉献。咱拄则有保就任团契会长吼，小等下第2场的华语礼拜，请咱服侍的同工继续落来服侍。第1场礼拜后，伫4楼有少年团契的聚会，主理是外籍长老。下晡7点，咱教会要伫过年前全教会大摒扫。我搁一届伫遮来讲即个咱分配的区域吼。咱3楼礼拜堂则是圣歌队敬拜团甲抗日3个团契负责。咱4楼教育馆是青少客甲社青来负责。咱6楼是主幼儿甲妇女团契来负责。各团契就照即个分配来去来去替教会来摒扫吼。下晡7点，班级合作社伫班级教会要召开会员大会。财务组报告，看咱各团契的年度的项目。请咱伫今仔日以前爱交互心仪还是怡君，咱的个人奉献的明细表吼，拢伫后壁的公布栏。请咱去阅览。若是要摕奉献证明的，咱伫2月初5以前爱申请吼。下主日是咱的新春正月初，咱伫上午9点有要伫教会来举行新春的清社礼拜甲团拜吼。请咱兄姐会当伫新的一年尊主最大，咱三角来到圣殿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教会有准备金句的红包。要送互咱大家，做咱新的一年，用上帝的话来成做咱的帮山。后主日即个新春，敢若有一场的礼拜，请咱注意。2月19是咱要召开咱一年一摆的好会吼，请咱各团契。调一同工整理咱的事工甲决算，要爱伫下主日以前来交互牧师，也是我本人因为咱要编辑迄个好会的手册，请咱爱注意即个时间，免得甲迄个工课拢积伫最后吼，就会常常会重大出错吼。咱家庭礼拜甲插会奉献表吼，甲清洁的奉献表伫后壁，请咱继续来
来填写来奉献。1到3月新眼光已经放伫后壁吼，请咱会当一人摕一本转去吼。咱周报内底相关有页新安公的经文金句的导读，请咱兄弟来使用。来，寿星1月16钟小珍，小珍有来吗？有来，我们来祝她生日快乐。好，祝你生日快乐日日蒙恩得福。奉献的精神甲请咱家己来看，若是有出入咱就咱的出入来认证。以上下面咱请牧师来带咱来代祷。咱只是起立，为着咱今日所报告、咱所关心的代志，咱只开声开起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听，感谢你的恩典，互阮透过今仔日，阮三个伫你的面前吟诗学乐敬拜，特别对你的话所明白的，阮更加来晓悟，行踏伫你的真理中间，互阮甲你中间的关系更加进一步有亲密。主阮感谢你，但即时阮也伫遮三个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今日透过女子神学院曾淑林牧师伊所带领的信息。以及学院所举办，以及所需要的，主可能特别照这间学院，以及遮的服侍的每一位服侍人员，也领受上主伫这新的一年大大的稳定甲祝福。主可能会圣手也扶持帮助，伫阮的教会中间，阮兄弟姊妹所需要的，无论阮伫阮的工作，伫阮的家庭生活，伫阮所面对困难的处境的时，让上帝你直接来带领阮、帮助阮。可你赏赐阮聪明智慧以及教育的能力，伫所面对这困境中来领受你大大的恩典。主可以特别帮助阮这兄弟姊妹，特别这出国的兄弟姊妹，看过伫因出去来往得到平安，无论因伫家庭的生活、工作。也是学习，让上帝你只要带领因、帮助因、祝福伫因的身上。伫阮兄弟姊妹中间，也有做者身躯病痛的，主可能也成立圣手医治、帮助看顾。因阮知，阮人真正伫最软弱的时，只有上帝你成做阮最大的帮助。伫阮绝望的时，你成做阮的毋望。主可以搁来进一步来帮助阮、坚固阮，特别伫人软弱软正的心智中间，更加成做阮最大的激励。阮来看见你的新的技术，伫阮的生命中，伫遮来产生。主，阮伫遮恳求你，甲阮三个弟弟，恳你帮助的手，也放伫义德兄、义德兄遮的家属，特别伫雷丁这因的身上，更加有上帝你亲自的带领。来带领因一家人，更加来明白你、亲近你。阮将来恁这家属、家族每一人也交托伫你的手，可以特别带领因。阮兄弟姊妹的需要，阮本身的需要，而且都对你求讨的，主可以特别，互阮伫基督的中间，更加来领受你大大的恩典；伫基督的中间，来领受你大大的祝福。因阮知，若无你，阮无法度继续行这条信仰的道路。若无你伫阮的身躯边，有时头前的路暗淡无光的时，我毋知要怎样行。也因为你，就成做一拍光灯，照耀伫头前，来引带阮、激励阮、帮助阮。主，阮感谢你，但阮只是将阮本身与阮的兄弟姊妹所求讨的一切，完全恭敬交托。可以带领阮、帮助阮、祝福伫阮。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咱有缘徛着，咱用398首来上迎，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赐平安的上帝，已经互咱全人正信，搁愿你的魂、你的灵、甲你的肉体，拢得到保守，到伫最后所基督搁来时，完全无通指责。阿免。阿免。真侪，咱今第一堂的礼拜到这，请咱密道来散会。